台南市立病院副院长李永成表示，大约有5成患癌症以后的病人有惊癌症搁夹起来不安，甚至烦恼甲困袂去、食袂落。为了改善这类的心理压力，所以血液肿瘤科医疗团队特别想出 STAR 这款正念呼吸法的口诀，要让患者好记，嘛知影家己并无孤单，患者的不安拢会当理解，同时嘛会当释放。让病人知道说，害怕癌症复发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，他们并不孤单。如何用正面来克服担忧？然后如何面对生命的不确定性？我们只要做他们可以做的，放下他们不能做的，其实比较就不会害怕癌症的复发了。STAR 这是4个步骤的口诀。S 第一个叫 Stop， 就是说当你有恐惧害怕的时候，你就先停下来，不要太紧张，先 Stop。那 T 就是 Take a breath， 就是深呼吸，专注在呼吸其实很多正念都告诉我们要专注呼吸，那我们是告诉你就先深个呼吸。那呼吸完之后呢，我们叫 accept，A 就是 accept， 就是接受。你有这样的害怕、恐惧是很正常的，因为要不然你不会来医院看医生嘛。但是不要因为害怕、恐惧造成你不敢来。你要 accept。最后一个 R 就是 relax， 放松，相信最后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。市立病院血液肿瘤科的团队不只是照顾疾病，更照顾病人的情绪甲生活，所以除了推出这部呼吸法的创新资源，同时也有号名《与生命共舞》的免费电子册，作为安慰患者甲内心对话工具。李副院长表示，今日的发表所谓关怀只是一个开始，病院会持续陪伴甲照顾患者伫中间的道路。台南新闻阮籍采访报道。